大轻着，两只做上桥。哇哈哈，哇哈哈，节目就要开始啦！看这这个丢个丢。行咧，你咧？这个，那就安尼，去学教啊！我忘记换衣服了，你等我一下哦。好嘞，搞得你好搞。按脚哦，我动作很快的。哎呦，这个，要拽哈，动手诶。我忘了刷牙了，你快对我好好。安尼搞得你好搞。嘿，这个，按脚，那有可能同牙齿愈呛你咯。有啊。慢慢来咯，生意去咯，牙齿才会呛你呀，唔知你冇啊？吼，那我去慢慢来录，生意来录哈。这句实在哦，手脚按脚，不过事情上拢冇做好。胡姑姑，世界最厉害嘅英雄 Super Chicken 嚟咧！这个蚯蚓给他落担心。请用整个 Super Chicken 听说会完成这个任务。你有乜嘅困難？你有冇困難？乜人真係幾個蚯蚓哦？我係真勇敢嘅幾個蚯蚓，我真係真勇敢嘅幾個蚯蚓，我真係幾個蚯蚓，我真係幾個蚯蚓。我錯咧，我乜人嘅呢頭千態其實係真見嘅幾個蚯蚓。我嘅呢頭千態。我嘅呢頭千態，我真係幾個蚯蚓。我乜人就真嘅，其實係真見嘅幾個蚯蚓。吉到，我這邊係就係吉到咯，重點到咯，到底係乜人就真嘅，就真嘅人死嘅，佢就係真見嘅幾個蚯蚓。我走太慢咧。我能準備好嘞。按你這樣唱啊，慢慢來，都是在同每一件事情弄做好。好啦，大家早安。細條按照來請細姑向下去學教呀。係啊，哎呀，哎呦，可是我想要，哦，你覺得去呀？好，我馬上去。細條很慢呢。唔會呀，講一皮一漢那難呐。這個動漫呢。你我來問下好咧。細條啊。呀，細條啊，你好咧嘛？我去學教咯。再一下就好了。哎呦，細姑，你有想呢？我也想啊。細條啊，你好了沒呀？快好了啦，再一下哦。細條啊，你還唱歌，夾掉啦。細條啊，你夾掉好冇啊？好了，動漫呢？胡姑姑，世界最厲害嘅英雄 Super Chicken 嚟咧！幾個蚯蚓給他落擔心。
请用张开 Super Chicken 天朝未完成嘅节目。有乜嘅困難？有乜困難？乜人真係幾個超人啊！我係超勇敢嘅幾個超人，我真係超勇敢嘅幾個超人，我真係幾個超人。我錯啦！佢咪認緊呢頭千太，其實係真見嘅幾個超人。我嘅呢頭千太，我嘅呢頭千太，我就係幾個超人。佢咪認就千嘅，其實係真見嘅幾個超人。吉到，我這邊開腳，吉到，就快吉到咯！咁我嘅厲害，超人救命啊！我這千腳咪係幾個超人，咩幾個超人，只見幾個超人講超人。下配，使唔使看幾個超人咯？你看，你這條哈是當乖頭下次。耶，寫完了，我寫完了。我就看他。這條啊，你寫得很慢呢，我都寫完了，你才寫3行而已。你先按鍵，咪冇好啦！你看，按到上車，我下個。好了。唉。這條啊？我都寫第2遍了，你才寫完1頁啊？太慢了啦！安張姐，這條寫太慢了，使唔得看幾個超人啊？要下配了一下。超難看。哦。這個，你看，要是像一刀起哇！哎呦，那我下次再寫好一點嘛。那個誰看幾個超人哦？唉，這條冇下配，沒什麼得看。這條啊，你寫快一點啦，get到啦。這條啊，你看 get到啦。這條啊，那忙下配的，我寫看 get到哦。這條啊，寫快點啦，幾個超人要開始嘞。好了。耶！安家姐，我看嘛。哎呦，不是嘞。哇，好看呢！細姑，你做嘛？哇，武山哥哥，時間行動慢呢。你是在本時間做較表條嘛？有冇可能啊？你做嘛想時間做較強啊？因為我想要看幾個超人啊。想看機超人？超啊，當然是幾個超人啊！唔看好哦 ，Super Chicken！ 哇！我本你看較無強的超人好嗎？好啊。嘿，這股你好，我太跳步，團隊咯，還有功夫，好，客家拳第84獨舞拳。
安子这。哦，哇，伢动作按慢，爱给超人动作时代咻咻咻按变的呢。哦，较夹着哦，走的，看得咯。安子这得车，什么？哇，按变啊，安尼，爱给超人要背，是的嘛？当然做得啦，看得咯。不要，什么？哇，佢真嘅要背呢？还要行较厉害哦，看得咯。像电风扇。哎呦，师姑，你用的咯，师姑。冇事。富山哥哥，既然安强，实在本时间较变长，我还是想看下个假超人。没哟，拍做讲的啦。两条啊，做乜嘅？用见到個韓國女呢？乜嘅？跟住個？看，韓國女呢？It's me， 天主角天道太平和，滿意馬介個，從山來嘅阿不多。It's me， 天主角天道太平和，滿意馬介個，從山來嘅阿不多。天主角，妈妈，我把天主角。It's me， 天主角天道太平和，滿意馬介個，該從山來嘅阿不多。安固很係好朋友，一隻打金雕，兩隻照相叫。哇哈哈，朋友你在飛啦！